把你喂了，但我和哥哥现在为上班了，你谁都不要远的，你就没工作，这还是好事。要听我说，为啥子我很久没工作还是好事哟啊？你都说了吧？天地之水有万物之母，什么都从不开始嘞。阿姨吧，目的是抬起妈妈，你只要现在努力，我现在无断的好，有可能要瞌睡觉，当大老板，当大官都可能。妈妈在上班，有那个工作，有工作，薪资咋了噻？就只有上班了，就是做点其他事情，另外时间，另外辈子，只有上班了噻。然后吃着又舍不得，人好纠结嘛。你没上班，要做啥子都可以，有无限可能噻。我做一些稀饭事，告自己娃，对不起，我说这个道理噻，妈妈肯定都看下不的坑噻。妈妈你现在都是好多钱，你表示求，而且也是好事情吧，这是老天爷一些锻炼人心噻。多看经说人心强大了，现在就来了噻，明天就是阳噻。爸爸别个说你和老婆吃饭千万不要生气哦，真的别个是记住的，他们可说老婆吃饭就不会等老赖死了。